继续来看中华保鲜的巨峰葡萄真有名，咱的邦交国的大赛，若来到台湾，拢会去遐葡萄园来参访。讲即摆有不明的网站偷用相片，把这个产地为中华保鲜改做南投信义，贩卖物件，嘛为新鲜的葡萄变做是中国的葡萄干。受害的果农提醒着消费者，唔通去互骗去。 果农欧志豪伫葡萄园内面用纸袋啊将葡萄包好势，避免追伤。伊生产的巨峰葡萄甲乡公所合作，邀请尼加拉瓜、巴拉圭这驻台使节来参观，但是参访的相片竟然被其他网站盗用。这网站表面讲是法国葡萄酒庄的团队参访，甲产地对中华改做南投信义乡贩卖物件，嘛对葡萄变成葡萄干。但是果农讲，普心的葡萄绝对袂提起做成。 葡萄干，那个是中国进来的，都是结台湾的土。我们台湾的葡萄都是做比较精致，它的量本来面积跟产能本来就不是很高，就刚好我们台湾人吃就不够了，因为它已经够好吃了。那人讲诶，全家都不搞，够它拍干。那我们农民发觉这个不行，一定是网络诈骗的，所以我们一大早就赶快跟调查站要报案。埔心的乡长讲，网站的相片全部拢是偷用的，这葡萄干来源成分嘛不明，风险真大，提醒消费者千万唔通被骗。